大家好，我係神田汽車阿昌啊，今日介紹呢部咧都係新能源車啊。咁呢部係 iX5 嘅寶馬，客人咧較早之前咧就已經安裝咗音響啦。咁今日咧點解突然要再嚟揾我咧？咁我哋都去考究一下。咁佢安裝咗咧，原來一隻 DSP， 咁點知咧就發現咗一啲小嘅問題，而客人咧咁基本上都聽得出咧，應該都好大嘅問題㗎啦。不如咁啦，今日咧我哋再聽下歌，睇我哋裝咗啲乜嘢，然之後咧喺入邊咧睇下我哋如何點樣安裝。我哋翻嚟咧先再講過佢發生咗啲咩問題，然之後咧我哋再去討論一下。一陣間見啦。愛可有定理，談情誰講理越無理越凄美，就算飛天遁地萬年千里，亦決定要共你一起。苦戀注定難，我已經習慣，沿途承受不留情的雙眼，請給我負擔，叫世上人間平凡情侶為你共我轟烈看顏，苦戀注定難，我卻這樣貪，途人凝望中寂靜的稱讚，請給我負擔，叫世上人間茫茫情侶在美麗與悲哀之間。好啦，我相信大家聽完啦。其實客人咧較之前咧裝咗啲乜嘢，令到嗰個音響嘅錯誤咧，可能有陣時買啲好靚嘅嘢都能夠令到佢可能聲音好古怪。仲有一般嘅客人咧聽到好古怪咧，其實套音響咧絕大部分都出現問題嘅。咁好啦，就會咧好容易轉牛角尖，就揾好多人咧就話調音。我想同大家都分享一下啲經驗先大家一個討論嚟嘅啫。如果安裝嘅錯誤又如何調音呢？係咪調音就代表可以搞得掂翻個根基？例如你隻腳甩咗臼，不停去敷藥，不停去揾醫生，但係一路咧都未醫治到個甩臼嘅位置，你敷咩藥都係甩臼㗎。咁我想話俾大家聽就係話，鑑於喺個基礎裏邊咧，一定要選擇清楚自己需要啲乜嘢啦，亦同啲店家講啦。仲有一定要個配套咧係 support 你架車嘅咁仲有到而家。我都拍咗好多段關於電車，亦都喺 Facebook 或者其他地方咧鋪頭咧睇到電車咧好似食菜咁食，所以咧我希望咧各大嘅車主自己都必須留意，其實電車係易安裝過以前嘅汽油車嘅，十分之簡單。而家有光纖解碼啦，有專車專用線，完全係解決晒所有嘅問題。我亦都講啦，今次咧呢一部車咧出現咗啲咩小問題咧？佢係揀嘅器材咧係錯誤咗㗎。高電平低電平咧直接進入咧，所以一大聲嘅 volume 咧就點樣調音都係拆聲。呢個就最直接最簡單啦。我哋唔好講聲音好冇聲先，只要大聲少少，喇叭咧已經開始有破音，咁你點樣去繼續聽落去呢？就算細聲話俾我聽好聲，原來大聲咧都唔能夠去處理嘅。咁呢套音響我覺得個分數係非常之低㗎啦。咁好啦，咁我都希望大家啦，咁多啲留意下自己買嘅器材係買啲乜嘢啦，適唔適合啦。咁我今次呢架車咧就裝咗光纖解碼啦，同以往嗰啲比亞迪都係咁講㗎啦。直頭咧好似打通經脈咁咁今次個客人咧一上車咧，二話不說10分鐘內輕輕調一調音，只要夾翻佢自己私人嘅感覺，我哋已經好順利交車。佢以往咧已經調咗好多次音㗎啦，咁我已經咧係唔需要再浪費任何時間啦同金錢㗎啦。咁好啦。咁大家都應該都知道我用喜力士用其他嘢，我嗰啲嘢我唔再講啦。光纖解碼絕對係幫汽車音響解決最大嘅問題㗎啦。咁好啦，我睇下下條片咧，再講啲乜嘢新嘅題材，或者有朋友想我講啲咩新嘅題材，我盡量去發掘啦。咁好啦，下條片再同大家見啦，拜拜。所有觀眾聽完都拍爛手掌，攞個獎靚音響，個個識欣賞。神田係最強勁人人要分享，夠晒專業，改完換變個美商。